歡迎大家嚟到神嘅家，願主嘅平安與我哋每一個人齊在。特別係歡迎我哋嘅Pastor姐姐，佢喺我哋當中，一陣間咧佢會同我哋講一啲勉勵嘅説話。更係歡迎我哋有位小嘅哲學嘅學生阿諾啊嚟到我哋當中參與我哋嘅分享見證會，我哋真係好開心，亦都好開心咧！我哋今日咧排除萬難能夠嚟到，有啲喺路途嘅裏邊，因為咧地鐵有問題，又有人抗議喺個街嗰度阻塞，啊真係好麻煩。但係咧，我文山而家喺路嘅裏邊行緊塞緊，但係江兄弟兄咧揸住佢嗰架跑車直鏟去嗰度接你，所以咧真係我哋能夠嚟到教會咧，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健康上嘅問題啦，交通上嘅問題啦，好多嘢都令到阻滯我哋嚟到當中親近神嘅。我哋彼此歡迎好唔好啊？特別有一對我哋嘅弟兄姊妹，佢係搭飛機趕嚟嘅，嚟參與我哋嘅見證分享會啊！就係我哋素齡姊妹，我哋嘅中文部嘅領導，係好高興啊！喺我哋當中，如果我哋當中咧唔能夠嚟到嘅，我哋求神保守佢嘅心靈啦，佢個健康啦，能夠咧每日一個主日咧都能夠嚟參與，我哋一齊敬拜神嘅。我哋嘅主題係乜嘢啊？係喎，今次好準。咁啊，我哋一齊發光咯喎！睇下我哋，咦？阿陶太真係發光嚟睇下，哇！真係一個虔誠嘅姊妹啊！跟住係我哋嘅家事分享。我哋嘅教會財政咧就有個消息傳出嚟，法國嘅報稅日期咧好近啦。咁財政咧而家喺琴日咧用呢個電郵嘅方式咧寄去嗰啲奉獻嘅報稅嘅收據嘅。倘若你係冇電郵嘅，或者你收唔到啦，係咪？咁麻煩你咧就向我哋嘅中文部啊素齡姊妹聯絡，或者係財政嘅負責人。總部嘅消息，我哋教會嘅園藝組咧已經係設立啦。我哋歡迎啊文山啊，係啊，同埋阿李啊，係啊，多謝阿江兄，真係你手車好快，係。咁咧就呢個4月咧19號咧，我哋決定係禮拜六4月19號。請你個個都要踴躍參加嘅。冇力嘅，我哋做啲冇力嘅嘢；有力嘅做有力嘅嘢。因為法文部有同我哋一齊合作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哋嚟到開始，我哋10點半開始，到12點半我哋食飯，1點半咧就2點鐘我哋重新再開始做嘢，然後咧4點鬆啲我哋有茶點嘅。如果你哋係喺度食嘅話咧，麻煩你向阿禮業交通部長阿禮業佢喺出邊做緊呢個招待，向阿禮業弟兄報名，你食唔食飯啊？咁我哋要預人數，係由總務去佢自己負責嘅。咁有陳涵弟兄幫手做嘅，我哋亦都係好多謝。下主日崇拜完咗之後茶點咧，就請各位會員留步喎。執事會嘅介紹年度嘅預算同埋家事嘅報告。咁記得下一個主日嘅崇拜咧係幾多點啊？下晝2點半啊，唔係朝頭早嚇，係下晝2點半開始啊。講完咧係Pastor姐姐，同埋咧主席咧就係張文興姊妹，翻譯咧就係南方姊妹。接着我哋嘅馬咧讀經咧，禮拜六琴日咧就係喺約翰12章20到30節，今日咧就係約翰12章37到50節。大家加油！請大家起立，我哋請聽我讀呢個宣召文喺詩篇10篇12到16節。耶和華啊，求你起來；神啊，求你舉手，不要忘記困苦人。惡人為何輕慢神？心裏說你必不追求。其實你已經觀看，因為奸惡
毒害，你都看見了。為要以手施行報應，無依無靠的人，為把自己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願你打斷惡人的膀臂，至於壞人，願你追究他的惡，直到淨盡。願耶和華永永遠遠為國，外邦人從他的地已經滅絕了。讓我哋一齊唱呢一首詩歌。外邦人有人就話耶和華為佢哋行咗大事，耶和華果然為我哋行咗大事，我哋就歡喜快樂。喺詩篇150篇2節到3節。他必帶領生命歡呼向前，他將列國的地賜給我們。帶領生命歡呼向前，他將列國的地賜給我們，我們要歡呼，述說他的作為。我們依靠神，就能吃掉他人。我們要歌頌，要歡呼，述說他的作為。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要歌頌，要歡呼，述說他的作為。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們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們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讓我哋一齊祈禱。天上嘅爸父，我哋感謝讚美你。係嘅，你係喺呢個宇宙上邊，你係獨一嘅真神，冇人能夠與你相比。神啊，你嘅憐憫、你嘅慈愛臨到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上。
求主你紀念喺呢個緬甸嘅大地震嘅地方係曼谷，佢哋受到地震嘅影響，好多房屋嘅崩塌，道路嘅撕裂。我哋知道我哋有好多宣教士，神啊，你嘅僕人，你嘅侍女喺嗰邊傳揚你嘅福音，係遵守你嘅大使命。神啊，求你保守佢哋嘅平安，求你讓佢哋能夠係逃過呢個劫難，亦都係憐憫嗰度嘅人，讓佢哋雖然未得着你嘅福音，但係仍然都能夠係減少嘅傷亡，讓佢哋嘅家唔能夠係滅，亦都係能夠係讓佢哋仲有生之年，佢哋都能夠係得到你嘅福音，能夠親眼見到你。神啊，求你紀念，神啊都係為到我哋喺路上仍然仲係嚟緊我哋當中嘅朋友或者係弟兄姊妹，求主你都係繼續嘅保守，求神你都係讓呢個法國呢個治安都能夠係平安。神啊，我哋都係交託喺你嘅手上邊。神啊，我哋都係為到一陣間每一個弟兄姊妹佢哋已經報名嘅，佢哋願意分享佢哋嘅見證，求主你都係與佢哋同在，讓佢哋能夠係述説你嘅恩典，讓我哋每個人藉着咁樣樣嚟到感受到神你嘅恩係何其大，何其係多。神啊，我哋感謝你，求主你都係為到我哋以下每一個環節都係蒙着你嘅帶領，讓我哋都能夠享受着呢個咁安息安靜嘅環境裏邊，係聆聽你嘅述説你嘅恩典嘅人，每一個嘅聲音，每一首嘅歌詩歌，都能夠係讓我哋深深嘅嵌在我哋嘅腦海裏邊，讓我哋能夠係發現發光，讓我哋嘅生命能夠係影響生命。更係多謝你讓謝牧師嚟到喺我哋當中，佢嘅鼓勵，讓我哋都能夠有所得着。我哋感謝你，我哋咁嘅恭敬祈禱，都係奉主耶穌得勝名字求，阿們。第一個講見證咧就係葵姐啦。阿葵姐佢因為今年年頭咧，佢就做嫲嫲。首先多謝師父聽我個禱告，賜俾我一個孫女，感謝，我好感謝。我咧家陣咧好得閒啊，每日晏晝咧我就去睇我個孫女啦，我抱佢咁樣咧，佢又對住我笑，咁我覺得好開心，咁樣就係、是。咁都多謝晒各位嗰個關懷同埋愛護我哋，咁樣多謝大家，感謝。其實除咗葵姐做嫲嫲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位咧，就係做公公同埋婆婆喎。我哋請貴婆嚟講佢嘅分享啦。非常之感謝神嘅恩賜，生命係神所賜嘅。我哋見到呢個 BB 仔嘅出世，我哋深深嘅感覺到神嘅偉大，因為我哋都等咗好耐，好似葵姐一樣，好心急見到佢嚟到呢個世界，見到佢健康，見到佢好可愛，我哋真係非常之感謝神。雖然呢個細蚊仔係出世嗰陣時比較細，但係呢佢就係吸收能力都好快，而家已經3幾幾啦。佢嘅父母就同我哋就分工合作啦朝頭早呢係喺度去幫手照顧下佢啲飲食嗰啲嘢。晏晝呢我就過去幫一幫，睇住細蚊仔，可以俾我嘅女多啲休息。我哋都好感謝神，因為一切都係好順利，大家都
好關心佢，亦都好多謝我哋兄弟姊妹嘅祝福，非常感恩，多謝。神咧應許我哋咧中文部都有增長我哋多咗2個 BB 喎，咁我哋希望更多嘅可以做爺爺嫲嫲啊、公公婆婆喎，加油下，個個益善。接咗落嚟咧，就係嘉源，佢願意係分享一啲佢嘅生活嘅點滴。今天我来跟大家就是讲一件发生在我小儿子身上的事情。今年我的小儿子已经快要13岁了，但是这件事是发生在12年前的，12多年前的，因为那时候他才几个月。我们这是餐馆的话，就是在楼下，然后我们的住家是在楼上的。当时我们因为那个工作的原因很忙，所以就请了个保姆。然后保姆就是照顾2个孩子，2个孩子跟那个保姆是住在一个房间的。然后那时候那个小儿子还几个月大，他吃完奶以后，因为怕吵到，就是怕老大吵到老二睡觉，所以那一天保姆就把那个老二放在我们的房间，因为当时我们只有2个房间。然后那一天就是你知道小孩子都是要吃完奶，都是要抱起来要打嗝，打完嗝才能放下去的。但那天好像阿姨就是打嗝，但是没有打好，就把它放在那边，因为是夏天，然后阿姨就给他盖一个小的毛巾在那个肚子上面，怕他着凉嘛，放一个小毛巾。然后那天我老公就是在楼下工作，那天很奇妙的就是那个他在楼下做工的时候，开红酒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红酒倒在衣服上，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比较 professional 的，开红酒也不是1天2天事情。那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是那个红酒就倒在身上，不是倒一点点，是倒了很多在身上。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老公倒了很大一块嘛，因为我们做中餐的都是穿那个白色的衬衫，所以只好上楼去换。上楼去换的时候，我老公看见小儿子脸色苍白，他那个眼睛已经翻白眼，他看到情况不对，然后就摸了下他的鼻子，已经没有气。然后我老公就把他抱下楼，然后就叫我们快点叫公片，看见那个事情不对，然后我们就是看他那个没有气了，就拍他的那个脚，拍他身上，用力拍他，然后扭他，看他有没有那个反应。然后我那个姑姐她就急得都流眼泪，我当时其实都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个事情，所以也都还在懵的当中，就他看他打他，我也就一直打他，就是把他叫醒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一直在翻白眼，那个气就好像往外不对劲。然后我们也是叫了公片，然后我们就一直拍，然后他慢慢那个气又回来，所以我们应当为着这件事情来向主真的是献上感恩。就是那天真的是很奇妙，因为老公从来没有那个发生这样的事情在那一天，因为是阿姨没有拍那个嗝没有打好，所以他就是嘴里吐出一些奶，然后他就往那个毛巾这样往，用那个毛巾就是就遮住了他的那个脸，所以他那个不能呼吸这样子。对，我就是这件事情从来就是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所以真的是感谢主。还有一个见证，就是为了我最近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也要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他所赐的真的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的。因为这份工作也是找了差不多1个礼拜吧，也不是太长。因为学妹阿姨本来跟我说，你要那个，不然就等过完年再找。她说过完年或许会好找一点。她就说，因为我就觉得我要求太高，又要那个靠近家，又要那个老板又要好，同事又要好，而且就是说又做工就是不能太累，就是觉得很难找。我也就感觉，然后
后我就也一直放在祷告当中。然后那个美玲阿姨就问我说，你找到工作了没有？我说我还没有找到，我说放在祷告当中，我说我相信他给我的必须是最好的，真的，当我相信的时候，神真的是为我预备了一份好的工作。那天就是那份工作，是在老佛爷旁边。一般的话，我觉得在老佛爷旁边的话，中午的话，这样的工作一定是会比较忙的。如果我知道这个店如果在老佛爷旁边，我一定会拒绝的，因为当时是我妈妈给我找的那个电话号码，也就是问了说，是日本餐，我说好的，那我就过去看，就一直感觉说对这个工作好像就是比较有好感，就是想去这个工作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就是说，在老佛爷旁边啊，太忙了什么的，我不知道。然后过去了，是新开的店，才开了3天，老板啊，那些同事啊，都相处得非常好，而且比我上一份工作，因为上一份工作是做6天，这份工作只做5天，然后工资是一样的，所以感谢主，真的他赐给我的是超乎我的所想的，我要感谢主，謝謝大家。我呢就想邀請阿雪梅呢，為我哋新生嘅 BB 呢，佢哋能夠喺新生命呢係茁壯成長，要祈禱好唔好啊？亦都為到啲婆婆啊、媽媽啊，佢哋好攰啊，又要照顧啦，特別貴鳳呢，以前為個仔嗰間外賣店呢都係好忙，而家加上仲要湊埋孫添，所以咧忙上加忙，都係請阿雪梅為下，同埋為阿嘉怡感恩。嘉怡。我哋一齊祈禱。神啊，今日係一個歡喜快樂嘅日子，因為係你自己地上嘅眾兒女能夠嚟到你嘅家，嚟到教會，我哋可以一起嘅我哋述説主恩，因為今日係感恩見證嘅主日。主啊，我哋真係有數不盡嘅恩典，係要係述説。係要向你獻上係感謝同讚美，主啊都係去到頭先啱啱阿葵姐同埋貴婦姐所分享嘅，佢哋嘅喜悅係得着係佢哋都得着佢哋嘅孫兒，一個得着女孫，一個得着男孫，為到佢哋嚟到歡喜快樂。主耶穌亦都睇到係神你自己嘅恩典嘅祝福，因為生命係你所賜，亦都係你所創。主耶穌真係多謝你俾我哋真係呢個嘅大家庭，我哋可以延續我哋嘅係下一代。神亦都係求你繼續嘅祝福佢哋嘅父母，佢哋點樣係有聰明智慧，點樣去養育係神你俾佢哋嘅產業，讓佢哋真係能夠係從小係得着你嘅祝福，得着你嘅帶領，係日後係都係永不偏離喺主嘅道路嘅當中。主耶穌亦都為到呢啲做係嫲嫲、做婆婆嘅，都係獻上係交託。願神你係賜俾佢哋真係大大細細聯同佢哋嘅父母，係都係有健康身體、活潑靈性，點樣係去孕育呢一個係下一代，係將神你自己所賜嘅產業點樣係帶到去神你自己嘅面前。主耶穌，我哋多謝，我哋讚美你。神你都係為到家園嚟到係獻上係感恩。我哋真係感謝神，感謝神你係再一次係帶領佢翻嚟係教會，因為佢係由係自小佢都係喺主日學裏邊認識你，係當佢成年嘅時候，佢亦都係接受你。但係佢因為結婚生仔，亦都係忙於佢哋嘅事業，所以佢哋都係離開咗係教會係有係10多年。今日係因着係神你係藉着一啲某些嘅原因，讓佢可以翻嚟教會嚟到尋求你，嚟到去認識你，再一次嚟到依靠你，就睇到佢點樣係再一次咁樣嚟到回憶，係話10幾年前嘅佢仔仔
嘅呢一件嘅故事。主啊，真係睇到，真係我哋知道凡事都唔係偶然嘅，有神你自己嘅安排，有神你自己嘅時間，亦都有神你自己嘅美意喺當中。當我哋述說主恩嘅時候，我哋真係感到係何等嘅甘甜，睇到神你自己嘅拯救，你自己嘅係幫助，你自己嘅同在，你自己嘅祝福。主耶穌喺繼續落去，我哋都仲有係弟兄姊妹係分享見證嘅，我哋都係繼續嘅係交喺主你手中，求主你係坐在為王，享受我哋喺你面前嘅敬拜，我哋嘅感恩，我哋嘅讚美，我哋將榮耀頌讚歸俾你，咁樣同心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阿們。呢首詩歌咧就係嘉源佢揀嘅，係佢自己要揀，所以咧我哋一齊唱坐低又得，起身又得嚇。我哋有少少嘅動作，跟得到就跟唔到都唔緊要嚇。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出入浪潮。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出入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都話過，我嘅能力喺人嘅軟弱顯得完全，我嘅恩典夠你用。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出入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出入浪潮。一生要来赞美主，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出入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出入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真係㗎，主嘅恩典咧係好豐富、好奇妙㗎。佢喺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上咧，
都係會流露出嚟嘅喎。感謝主。非常感謝師母還有美玲夫婦過康國號呢來看我，真的非常感謝。我現在已經安頓好了，已經1個多月了開業。請教會的弟兄姐妹放心，不用為惦記我，我這一切都不錯。希望你們平平安安，身體健康。感謝主。感謝大家，謝謝。廖面姊妹咧，佢話佢好掛念我哋喎。佢話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咧，可以落去探下佢，當旅行喎。咁咧就佢非常之歡迎嘅。佢生活得好好喺嗰度，因為有個仔幫佢手。佢個仔真係幫得佢好，真係好感恩。接咗落嚟咧，就係超華弟兄咧，佢講佢分享，就係講佢係同埋佢太太啦，就係美玲啦，就我哋咧就係補呢個50週年嘅蜜月嘅，咁咧就係帶埋個孫仔一齊，佢做電燈膽。呢一首歌好唔好聽？好聽。我唔係話問你哋我奏得好唔好聽，好聽。但係呢一首歌咧已經係好耐嘅歷史啦，應該都有20幾年之前。咁特別個歌詞咧係好美
即係好靚嘅。佢歌名咧，我哋中文嘅譯版咧叫做你扶持我。咁好啦，咁好感謝聖靈咧，時時刻刻嚟到扶持我，俾我能夠喺健康上有所得着。又多謝教會各弟兄姊妹，時時鼓勵我，可以俾我能夠喺教會嘅侍奉上有所得着。我哋先講咁。咁啊，有一日我個仔同我講，佢問我，即係我個仔即係阿波啦。佢問我，佢話爹哋啊，你幾時去香港啊？咁我話有，我話今年會有機會。咁佢話你可唔可以去嗰陣咧，順便帶埋我嘅仔啊，即係我嘅孫啦，即係挪亞啦。佢係今日佢喺我哋當中學。咁我聽到呢個消息，我都愕咗然喎。我話佢做爸爸嘅可以嚟俾佢個仔咁細年紀，當時佢都係6歲嘅啫。咁佢話可以獨自一個人嚟到跟爺爺嫲嫲一齊去香港。咁我聽見，我當然我好開心啦。咁一口我就話 OK 得。咁但係嗰個日子咧就唔可以太過耐啦，係咪？咁最好能夠嘅話就係話放大假，但係放大假就唔得啦，香港嗰邊咁熱。咁諗嚟諗去都係諗住咧10月份通常學校假期梗係10月份中開始到11月頭，咁有2個星期。咁我話好啦，不如我哋利用呢2個星期加多1日啊，或者點樣啊，睇下啲機票點樣，邊一日可以平啲。咁由嗰陣開始我哋就策劃啦。我哋兩個老人家帶一個6歲嘅孫，究竟 O 唔 OK 啊？佢10幾日喎，15、14、15日喎，可唔可以同我哋2個老人家喺埋一齊咧？咁我哋都時時都係問自己。為着點咧？為着佢嘅時間，我哋要特別要安排。咁我哋點樣安排法咧？就差唔多每一日都要俾佢有係俾佢嘅時間嚟嘅。我哋完全都冇諗住我哋自己嘅私人時間。咁又要安排啦。結果我哋安排咗帶咗佢去珠海嘅長隆酒店玩3日。跟住直落就去廣州，又係長隆酒店3日。已經6日啦。後尾我哋到香港，同埋我哋臨走嗰陣咧，喺香港我哋逗留3晚，走之前我哋逗留3晚，即係6晚加12日，即係有12日喺個旅程度。但係唔好忘記，我哋前後有3日嘅時間喺呢個飛機上嘅時間嚟都度過，咁即係話全部有12日。當中我哋實在2個老人家係好攰啊！日日都係咁行，試過有一日都行咗2萬步，超過2萬步。咁你又話攰唔攰啊？我哋好攰啊！但係細蚊仔攰唔攰啊？佢唔攰，但係佢好好喎，佢即係佢嘅感覺好好。咁佢全程之中咧，冇一日會話，即係佢唔中意啊，或者發脾氣，冇嘅。你叫佢做乜嘢咧，佢好盡心盡意嚟到聽我哋所叫嘅嘢。好感謝神咯，因為點解咧？諗翻我舊時，我細個嗰陣11歲，爸爸喺呢個金邊就帶我哋去翻鄉下，即係翻去大陸嚟到探親。當時我哋都係11歲啫嘛，去到嗰度睇下見下啲叔伯啊，或者我嫲嫲啊。當時我嫲嫲都盲咗嘅，佢都睇唔到嘢。我坐喺佢床邊嗰度望下望。好啦，依家再諗翻轉頭，依家係輪到個孫同我哋出門喎，咁我哋高唔高興？我哋係好高興。呢個時間咧係無可比擬嘅。
別都係感謝神俾我哋有呢個時間，私人呢個時間俾我哋能夠同個孫喺埋一齊，好多謝晒。咁啊，大家可以欣賞我哋啲少少嘅片段，你睇得到佢當時佢啲笑容啊點樣樣啊，佢心情點樣樣。我哋去到第一日咧，就即刻到探親家阿蘭芳個仔同埋佢嘅兩個女，見翻屋企人啦。而家喺去玩啦，見翻去香港同埋深圳嘅表哥，哇！佢食過西多士啊，好興奮，仲大過佢面。佢玩得好開心啦。見到舅父啦、舅母，而家咧就搭飛機翻嚟啦。我想邀請阿蘭芳為到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喺我哋嘅侍奉嘅崗位上面嘅試練嚟到祈禱。係啊，即係話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嘅侍奉啊，好似超華咗一樣啦。你多啲嘅鼓勵。請阿蘭芳。請我哋一齊禱告。天父，我哋多謝你，讚美你嘅恩典，多謝你賜給我哋每一個月逢係有第5個禮拜，我哋都將呢一日嚟到作為我哋嘅見證同埋感恩日。我哋獻上感謝你賜給我哋，眾弟兄姊妹都係踴躍嘅參加，同埋都願意將自己經歷過嘅嚟到與大家分享。主，我哋獻上感謝，求你幫助我哋唔夠膽嘅，仲唔夠膽去分享嘅，你都係鼓勵我哋喺眾人嘅面前將榮耀歸俾你自己，將我哋嘅難處或者我哋嘅喜樂嘅地方都係述説嚟到榮耀你自己。你多謝你，主啊！我哋喺呢個時候都為到每一位喺我哋中文部入邊彼此有個崗位嚟到侍奉嘅。主啊，唔係我哋有啲乜嘢才能，唔係我哋係識得點樣去做啲乜嘢，而係大家願意同心協力去做。主，你就幫助我哋，在我哋嘅當中，你施恩憐憫。主，我哋知道有時候人與人之間唔係咁容易，我哋彼此嘅工作、彼此嘅侍奉，各有各自己嘅意見，求主你都係憐憫，賜給我哋識得點樣與人溝通，識得喺主你嗰度祈求你俾我哋嘅恩賜同埋體諒人、饒恕人，識得點樣嚟到做一個合你心意嘅工人，讓我哋嘅侍奉係榮耀歸俾你自己。主，多謝你，願意我哋所做嘅係從心而出，願意我哋或者當中有啲難處，或係自己覺得力有不支嘅，主你都加力，你都施恩幫助我哋獻上感恩，將以下嘅時間交託同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我哋接住落嚟咧，有另一位嘅姊妹咧分享，阿燕玲。大家平安，聽唔聽到？聽到。我呢度係講一樣嘢，感恩。咁你哋知道我跌咗隻手啦，即係咁要綁實咁樣，一段時間啊，起碼有3-4個星期啦。咁我跌親嗰日咧，啲人就話：你要揀日期嚟跌喎。點解咧？今晚我女佢嚟我屋企瞓，
咁朝頭早我就跌啦。咁有佢喺我中間，我跌嗰陣時，我成個手痛到我唔喐得啊！我唔驚，我有我個女，佢喺嗰度，佢帶我喺急症啦，我就唔驚啦。咁之後我同阿師妹講話，我跌親隻手啦，好痛啊！咁阿師妹話：咁啊，你睇完急症咧，你快啲執定啲衫，你可以過嚟我屋企住幾日啦。咁之後咧就感覺到文興又叫我去喎，又住幾日。咁跟住又有報豬咯喎。咁我體會到，即係喺教會嘅一家愛顯現出嚟啦。即係對我嘅愛，即係好關心咯。咁我好感恩呢度，好多謝佢哋每一家嚟即係嚟照顧我每日嘅生活啊，起居飲食咯。我好多謝你哋幾位咯。同埋我要去覆診嘅時候，都有美玲嫂同埋阿超華幾次載我去覆診咯。我都好多謝佢哋。同埋最後要多謝一位弟兄。我屋企有乜嘢壞咧，我同佢講咧，阿禮業佢又會幫我去嚟睇，之後幫我去買，幫我嚟修理，呢啲真係好感恩，我好多謝佢。咁呢啲係即係我體驗到係教會有神嘅愛出現咗咯，即係神嘅一家親咯。咁好感恩啦，講完啦。接咗落嚟咧係一對夫婦啊，就係美玲同埋江興，佢哋講佢哋嘅見證，同埋跟住咧佢哋會係唱一首佢哋揀嘅詩歌《雨後的天空》。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想問下，記唔記得有一段時間你哋睇唔到我哋兩個？有邊個記得？記得。好啊！多謝晒你哋想念我哋，多謝。呢段時間咧係我最低落，因為我迎接咗一場大風雨啊，所以咧呢個風雨打到嚟咧，我係好軟弱，我亦唔想見人，亦唔想講嘢，因為即係內心係唔舒服。咁呢場風雨其實唔係叫風雨，應該叫大風暴。我形容佢大風暴，因為又再嚟多一個風暴咧，就係令到我先生蔡光庭佢個身體有問題，出現咗呢個肺積水。呢個肺積水嚟講咧，即係又係好慢嘅，又係。當我哋諗住去到一個地方俾佢平靜下佢嘅心情，我哋就選擇咗去我個女嗰度。我女嗰度咧就係外省嘅，咁安靜啲啦，俾佢休息下，療養下佢嘅心情。但係咧又俾佢一個風暴打嚟喎，佢頂唔順啊佢，要入醫院就俾我女發過去，睇到爸爸唔對版啦，即刻要入急症室。咁入咗急症室咧，就證實佢係肺積水啦。咁我就冇去醫院啦，因為我唔識法文啦，就喺屋企啦等消息。兩個細路仔，一個女，另外一個仔就去醫院啦。咁咧話爸爸出唔到院啦，要喺醫院度觀察。咁好啦，咁咪觀察啦。咁佢話你肺積水要喺醫院，咁好接受。咁咧嗰個時間咧又好渴望翻屋企喎，每一個人都好想翻屋企，因為咧撞啱嗰個時候咧又係過年咯，聖誕完之後又過年，個個人都想翻屋企。
醫院嘅人嘅醫務人員都係好想翻屋企，我哋都好想佢翻屋企過嚟。咁啊攞咗啲藥，又叫我哋買藥。咁我哋咧就去買藥，就冇諗到喎。嗰個時候咧，藥房咧鄉下咧外省咧啲藥房好早閂門嘅喎，佢哋要迎接新年，就買唔到呢個氧氣筒喎。死咗佢冇氣噶嘛，係嘛？唔可以用人工呼吸噶嘛，俾氣佢噶嘛，係嘛？唔掂噶嘛，要揾部機嚟泵氣噶嘛，周圍揾極都冇辦法。夜晚黑啦，揾唔到就揾唔到啦，係咪？日頭仲好啊，幾個人及住佢。到夜晚黑我驚啊，因為我同佢瞓埋一齊噶嘛。萬一嘅話，佢死咗嘅話，我大劑啦我。咁我就好驚啊，成晚都瞓唔着，真係好驚。成日揾隻手唔敢掂佢，喺個鼻嗰度。有冇吐氣？有冇呼吸先？睇下佢有冇咳先。有咳唔驚啊，有咳即有氣啊，最怕佢唔咳啫係嘛？咁咧真係好難嗰一段時間真係。咁啊，終於到天光啦！啊好啦，到天光啦，有幾隻眼夾住佢，我啊可以休息下。咁呢場風暴咧。真係嚟得好快，你係根本係預測唔到嘅。咁嗰段時間咧，好多謝你哋嘅關心，但係我好慚愧又冇反應俾你哋，就係因為我個心情，我唔知點樣同你哋講乜嘢。我亦都唔知道下一個風暴係乜嘢，亦唔知道嗰個報告出嚟仲要做啲乜嘢，我乜都唔知。但係咧嗰段時間咧就〜好彩咧，就有我啲細路仔咧，呢個咧就係我要感恩嘅後邊呢一橛啦。就係我喺屋企，我對住四埲牆，我喺度問自己啊，點解呢個場風暴咧會喺我身上咧嚇嚟得咁快咧？我完全係冇感覺。你俾我一個又一個咁打嚟，我係好軟弱。咁我亦都喺度自問自己、思考自己。我話神啊，你係掌管萬物，你係管全世界嘅人，天地都係你做嘅。你允許呢啲咁嘅風暴嚟到我身上，你想我學乜嘢？我喺度思考我自己。我話你既然你俾個風暴打到嚟我身上，我接受，但係你要我同在。我話我冇力㗎，我要你同我同行。咁啊，感謝神啦！因為喺個情形之下咧，我神俾咗我3個細路仔，我喺度我就真係要感謝神，因為第一我仔知道爸爸有問題嘅話，馬上即刻放工，係馬上啊！佢唔係等到放工先放工，佢馬上嚟揾我，跟住佢亦都係會通知佢個妹啦，係嘛？佢妹聽到佢哥哥講乜嘢，跟住佢妹咧就夜晚黑又係坐火車，坐幾個鐘頭火車嚟到巴黎，嚟同佢哥哥商量，睇下爸爸嘅情況要點樣做。佢哋商量咗之後咧，決定咗，跟住咧連個細仔喺外省讀書嘛，又係要坐火車嘅，要坐5個鐘頭以上嘅火車先到巴黎。佢又係唔返學喎，丟低喎，又走嚟巴黎睇爸爸喎，又係，即係我冇諗到佢哋嘅態度得咁快啊！即係直情係一個電話就即刻放低所有一切。咁我個女咧又係咁，
我女亦都係，我都要好欣賞佢。我哋好少幫佢㗎，佢有2個細路仔，都係2公婆睇嘅，我好少幫佢。因為佢獨立落去，佢話佢要好似我咁樣。我曾經同佢講話，我需唔需要幫你？佢話唔使啦咁樣。我話你住到咁遠嘅話，叫你唔好住咁遠，你要住到咁遠。佢話你當時你嚟法國，你都係咁樣啦咁喎。咁我話好，你搞掂就得啦。即係證明我女嘅獨立能力好強。加上佢聽到佢哥哥嘅電話之後，馬上嚟到，佢放低所有嘅。佢係做醫務嘅，所有嘅約會佢都要放低。咁仲有2個細路仔係即刻巴聲俾佢老公，叫佢老公搞掂啦，唔理啦佢出翻嚟嘅。咁咧佢嘅我可以咁樣講啦，佢哋嘅態度係好快嘅，唔需要考慮嘅，係即刻嚟嘅。咁我就真係喺度，我真係好感謝神，係嘛？俾我3個細路仔都咁孝心，而且唔使考慮係即刻嚟。咁嚟到巴黎嘅話咧，好咩啊？好黏我老公啊！整到我都覺得咧，點解我喺後邊佢哋幾個喺晒前門捉住我老公啊，好似個情人咁樣，好有耐性聽佢爸爸講嘢。爸爸要乜 ？OK 冇問題。爸爸話即刻要做，冇問題去做俾你。嗰種耐性咧，可以睇得到。神咧要俾我學習呢種，好似我細路仔咁樣，有耐性要分析，要慢慢去幫助佢，去俾佢早日恢復。呢個就係我嘅感恩啦。唔知你哋覺唔覺得咁我嘅細路仔係值得稱讚嘅咧嚇？自誇自己細路仔。我咧就揀咗呢首歌係代表我裏邊嘅心情，希望你哋都中意啦嚇，一齊唱啦嚇。把尘埃洗净，眼前格外明亮，以后的心情也是如此。以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
佢哋嘅分享。我想請阿寶珠為我哋教會裏邊身體有軟弱嘅，或者係心情唔好嘅，心靈咧有軟弱嘅，或者而家仍然都係尋求緊醫生嘅治療嘅，我哋都係特別為咗麗珊佢個麗珊係啊，佢信咗，佢決咗志啦，但係佢身體非常之軟弱，我哋都求神咧與佢同在。我哋請阿寶珠。因為真係感謝你，因為我哋能夠係喺你嘅面前，主啊，一切都係恩典。主啊，你冇應許過我哋每日天色常藍，亦都係就係話俾我哋聽，玫瑰係美麗大有刺。主啊，但你亦都係話俾我哋聽，主啊，因為有你個同在，因為你嘅恩典，而且讓我哋能夠係曉得。當我哋面對困難嗰時候，當我哋係喺我哋嘅健康我哋有軟弱，我哋心靈有軟弱嗰時候，主啊，你喺我哋嘅軟弱上面，你係真係省下恩典，你省下你嘅愛，讓我哋能夠靠着你，我哋能夠往前走。雖然好多時候我哋有灰心有失意，好多時候我哋會因為四周圍嘅事情，我哋會係喺個谷底入邊，但係仍然我哋感恩，因為屬你嘅人。主啊，當我哋仰望十字架嘅時候，主啊，我哋就能夠有依靠。主啊，我哋唔係因為我哋睇人，亦都唔係因為我哋面對住一切嗰時候，我哋就軟弱。主啊，我哋靠著你，我哋能夠得勝；靠著你，我哋能夠可以面對風風雨雨；靠著你，我哋能夠跨過每個難處。主啊，求求你繼續幫助，讓我哋能夠知道每日我哋嘅生命喺你嘅手上面。每日縱然有時候我哋孤單嗰時候，主啊，你喺我哋嘅身邊，求你繼續教導我哋，讓我哋能夠數點恩典。當你能夠數點恩典嗰時候，我哋更加能夠係真係知道唯有你係我哋嘅唯一嘅盼望。仲有我哋都係將我哋喺我哋係四周圍嘅，我哋心中有軟弱，我哋身體有軟弱嘅，我哋一一嘅仰望，亦都特別紀念到麗珊。因為我哋知道，因為醫生已經講佢放棄係呢個化療。仲有我哋唔知道佢前面係如何，但仲有我哋都係真係話，我哋祈求，求你繼續嘅恩待，我哋繼續嘅祝福，讓佢真係能夠係藉著佢嘅媽咪信任所信嘅神，耶穌基督你，讓佢喺今日嘅面對係真係話，在生命嘅前面嗰時候，佢仍然都係要走緊呢個應許，走緊係神嘅呢個愛。主啊，我哋恭敬嘅將我哋一切嘅每一個人、每一日嘅每一天，我哋加喺手上面。主啊，多謝你嘅愛，再一次鼓勵我哋咁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好啦，嗰啲已經報名嘅分享嘅弟兄姊妹咧，已經係分享晒啦。我哋剩翻有5分鐘咧，就俾其他嘅冇報名嘅。如果你係想分享你嘅點滴嘅話咧，5分鐘。只有5分鐘嚇，請你哋舉手，邊個想分享嘅舉手，我哋遞個咪俾你。對唔住啊，係先，太多人報名啦，今次係啊，你係第8名啦，如果係。唔緊要。弟兄姊妹平安。喺呢個月個月頭咧，我係舊病復發，扁頭痛加頭暈。好感謝神嘅醫治同埋保守，藉着中醫嘅調理加西醫嘅醫治，而家慢慢好啲啦。喺度即係好多謝師母同埋弟兄姊妹嘅陪伴關心，更加俾老人家阿容姐有次嘅溝通問候，佢同我講：慧清喺主日見唔到你，好唔慣喎。即係我聽到呢一句，我自己好感動咯。知道老人家嘅關心，更加有阿信就哥同我講，喺教會見到大家見到係好開心嘅，大家可以喺教會主日見到係好開心嘅，所以都係好感謝老人家嘅
掛念咯。所以就係、覺得喺基督嘅大家庭，弟兄姊妹嘅相親相愛，互相嘅關顧關心係好得無比嘅。所以咧就係如果係喺主日見唔到某弟兄姊妹咧，我哋都係好唔慣，同埋咧係好掛住大家嘅。我將一切榮耀頌讚都交在天父，感恩讚美神。喺企喺度好啲啊，因為咧我咧就好今日咧要同我太太講一聲對唔住，因為我咧係有時咧喺家庭裏邊咧有一個咧好家有本難念嘅經，係嘛？好咧就係、因為咧呢兩日咧就係、可能有少少嗰啲唔開心嘅事，但係咧係我自己本身嘅問題啦，因為我係有啲因為係搬屋嘅問題咧，有啲紙張咧又揾唔到，因為我又係心急嘅就係咧係呢個咧就係我係唔啱我可以講一聲對唔住，因為咧係心急時候咧係揾唔到，真係揾唔到大家可能有啲少嗰啲誤會啦因為咧彼此個諒解，我話因為咧係一個係呢個係有時咧弟兄姊妹之間咧都有少有啲人有誤會，但係咧我哋可以放低我哋自己，因為點解咧？因為喺神裏邊咧係一個係愛嘅問題愛咧就會彼此包容呢個咧就係我講一聲喺眾人個面前咧，從我太太講一聲對唔住，因為有勇氣係男人，你係真正嘅男人。呢啲係神嘅教導，我覺得呢啲係神嘅教導，因為咧呢個咧肯認錯。因為咧係一個係應該做嘅事，因為咧自己做錯有時咧心急，因為喺搬屋成日咧有啲紙張咧係唔知擺喺邊度，因為加上咧我要喺下個月要係咪喺5月要出國啊嘛，就係有啲紙張我需要用㗎，而家咧就係揾唔到，唔知擺喺邊因為心急唔係有啲係要用，但係咧係揾唔到，真係揾唔到，唔知咧係。住校咧就揾到啦。唔係祈禱咯，祈禱你對唔住我喺祈禱裏邊咧係應該神會聽到啦彼此相愛。OK。好我哋pass俾阿雪梅。我分享少少啦。因為係有關於我哋教會咧去推行咧一啲係學習啦，俾我哋弟兄姊妹去話，因為我哋新堂啊嘛，我哋係時刻有準備咧去做傳福音嘅工作，咁就要我哋預備好我哋嘅見證啦。咁係好感謝神喺去年嘅聖誕啦，同埋今次師母嚟咧，咁我哋都有機會係食咗一餐飯嘅喺我屋企，喺我仔屋企阿 Michelle。咁但係喺食飯後咧，我哋就係要學習，每一個都要講見證。咁變咗就有機會俾我哋操練咧，就即係操練我哋嘅見證咧，能夠純熟一啲。起碼係有機會咧，我哋去同人傳福音嘅時候，我哋咩都唔識講，我哋識講自己見證嘛，係咪？就簡單啲啦。咁就係呢件事又感謝神啦。另外咧，就上次推動係21日嘅禁食祈禱啦。咁係法語部咧就係可以係進行嘅，但係我哋中文部咧可以就唔使係咁樣參與嗰個禁食，因為我哋要食好多藥同埋又年紀大。咁但係我仔咧，佢哋都有參加。咁喺禁食祈禱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好錫我啦，就問同媽咪講佢，
幫媽咪嘅病嚟到祈禱。咁佢話媽咪你要有信心啊！我哋會為你實會好翻嘅。咁我真係覺得佢哋好孝順咯，我就覺得係佢每次我哋唔經常見面，但係一個禮拜都有至少係佢哋翻嚟食飯會見到一次，咁時刻都督促我做運動啊，你要喐啊，你要有信心啊，我哋為你祈禱，你會好翻啊！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好唔好翻都係另外其次，但係好開心就係睇到佢哋學到呢啲個功課咯嚇。喂，我分享就咁多啦，喺度撩緊。繼續落嚟咧，係我將我哋首季咧1月到3月咧，我哋中文部我哋所有發生過事，同埋我哋弟兄姊妹佢哋有去做嘅嘢，或者係其中我會漏咗啊，或者係嗰啲修理啊嗰啲嘢咧，我冇辦法，我冇相片，我係盡量將關懷部同埋東區家庭啊994佢哋影嘅相，我歸納嚟。咁希望大家咧就回顧翻我哋1月到3月我哋中文部所經過嘅、經歷過嘅，願大家都係有呢個一齊嘅分享，請大家欣賞。還記得那一天，我遇見你，你的真誠溫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讓我說一聲謝謝你，謝謝你陪我一起歡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棄，手牽着手心連心，願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主的愛使我們相知相惜，接納包容彼此許多不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讓我說一聲謝謝你，謝謝你陪我一起歡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棄，手牽着手心連心，願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謝謝你陪我一起歡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棄，手牽着手心連心，願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謝謝你陪我一起歡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棄。咁我希望其他咧未喺裏邊出現過嘅侍奉嘅弟兄姊妹咧，我哋一齊加入去行業嗰度，喺我哋不斷關懷啊，或者係我哋中文部嘅事工咧，我哋都係出一分力，好唔好啊？我哋唔好單顧自己嘅事，我哋係要顧神家嘅事。咁我特別都係多謝咧，今次你有冇發覺咧，有間屋企成日都出現㗎？就係咧陳南來寶珠佢哋嘅新居，好多謝佢係招待咗神嘅侍女陳牧師啦，陳師母啦，讓佢能夠舒適嘅可以係安逸嘅喺佢個屋企住，同埋咧喺嗰度咧佢係開放佢嘅家庭，邀請好多其他嘅朋友啊，未認識神㗎，或者係弟兄姊妹嚟屋企咧，大家一齊咧喺嗰度係分享嘅，係一個關顧嘅工作。我哋真係為此而感恩，希望大家都能夠係有機會開放佢嘅家庭，係接納其他嘅弟兄姊妹咧，一樣做呢樣嘅事工。
我哋多謝寶珠同埋陳涵。咁跟住咧，我哋就係為到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唱咗隻歌先啊！呢隻歌就係正話嗰隻歌，我哋一齊唱好唔好啊？呢隻歌係一個激勵嘅喎。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我哋一齊啦！主的愛使我們相知相惜，接納包容，彼此許多不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讓我說一聲謝謝你，謝謝你陪我一起歡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棄，手牽着手心連心，願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謝謝你陪我一起歡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棄，手牽着手心連心，願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謝謝你陪我一起歡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棄，加油啊！手牽着手心連心，願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手牽着手心連心，願主旨意加油啊！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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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唔好聽啊？呢隻歌好聽。要唔要再唱多次啊？要。熟啲。好，再嚟啊！好，第二個版本嗰隻好，嗰隻乜？冇啊 ，OK， 就呢隻。嗱，要喐身㗎啦，我哋侍奉就要行動㗎咯喎，係咪啊？等我説聲謝謝你啊，不想謝謝。那一天，我遇見你，你的真誠溫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讓我說一聲謝謝你，謝謝你陪我一起歡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棄，辛苦你啦，小燕。手牽着手心連心，願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加油，你哋！加油，加油！主的愛使我們相知相惜，接納包容，彼此許多不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讓我說一聲謝謝你。
心不放弃。留意，快啲加入嚟啦！牵着手心连心，认出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加油啦，要舒服啦！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不弃，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眼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不弃，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认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手牵着手心连心，认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讓我哋一齊講一聲謝謝主耶穌，係讓我哋懂得點樣去愛人。感謝主，讓我哋成為鹽，成為光，我哋同發光。而家我想請白色姐姐去講一啲勉勵嘅説話同埋祝福。Merci Seigneur pour tout ce qu'il a fait. 多謝天父， On a vu de bonnes choses. 我哋聽到好多嘅好消息， Très riches les choses que Dieu a fait à chacun de nous. 大家都有個好豐富嘅分享。 Que Dieu soit glorifié à ce qu'il fait. 求主繼續咁樣引領我哋，帶領我哋。 On va prier. 我哋咁樣祈禱。 Seigneur, tu es vivant. 天父啊，你係活着嘅， Tu nous aimes. 你愛我哋， Tu es avec nous. 你係同我哋一齊， Tu es le bon berger. 你係一個好牧人， Et c'est toi qui nous portes jour après jour. 係你每一日咁樣扶持我哋， C'est toi qui prends soin de nous. 係你咁樣看顧我哋， Tu es au-dessus de tout. 你係至高之上， Jamais tu nous abandonnes. 你永遠唔會放棄我哋。 Malgré nos limites et nos faiblesses. 就算我哋有幾咁軟弱， Malgré nos fautes, tu es toujours présent. 我哋所做嘅嘢有時做得唔啱， Nous voulons élever ton nom, Seigneur. 我哋要高舉你嘅名， Nous voulons rendre gloire à toi, le Dieu qui veille sur jour après jour. 我哋將榮耀歸俾你，因為你每一日都係看顧我哋。 Tu es vraiment le bon berger. 你係一位好好嘅牧人， Le Dieu puissant. 你係好偉大嘅神， Plein de grâce envers nous. 你嘅恩典臨到我哋身上。 Père Saint, nous remettons tous entre tes mains. 我哋將所有嘅交喺你手上， Garde-nous en toi. 幫助我哋， Et veille sur nous comme tu le fais déjà. 看顧我哋每一樣， Bénis toutes nos familles. Garde-nous en toi, Seigneur. 祝福我哋每一個家， Sois élevé en toutes choses. 看顧我哋， Et sois glorifié. 我哋得到榮耀。 Que la grâce du Tout-Puissant et l'amour du Père demeurent dans chacun de nous au nom de Jésus. 你嘅恩典臨到我哋每一個家。 Amen. 阿門。 Si nous allons dans Jean chapitre 21. 我哋喺約翰福音 Jean 21. 約福音21章， Les apôtres ils ont fait la pêche toute la nuit, ils n'ont pas réussi quelque chose. 所有個門徒喺埋一齊嘅時候， Ils étaient fatigués le matin. 佢哋好攰，已經 Jésus vient devant eux, devant le lac, le Tibériade. 耶穌召集佢哋喺湖邊。 Il a dit, est-ce que vous avez trouvé du poisson? 咁你哋有冇揾到魚咧？ Ils ont dit, on n'a rien trouvé. 佢哋咁講係乜嘢都揾唔到。 Jésus dit, lancez les filets du côté droit du bateau et vous trouverez du poisson. 耶穌就話：你將網撒去另外一邊。 Alors ils ont jeté les filets. 咁佢哋就撒個網落去。 Ils ont trouvé beaucoup de poissons. 咁佢哋就撈到好多魚上嚟。 C'est extraordinaire. 係一個好奇妙。 Toute la nuit, 整個晚上， ils n'ont rien trouvé. 佢哋乜嘢都揾唔到。 Et le matin, 就係朝頭早。 quand Jésus a parlé, 當耶穌咁樣同佢哋講， trouvé du poisson. 佢哋就揾到魚。 C'est quoi cette histoire de miracle? 咁呢一個咁奇妙係點解咧？ Dieu connaît tous les problèmes. 就神認識好多個問題。 Dieu a toutes les solutions possibles. 佢有好多個計劃，有好多個解救嘅計劃。Là où nous ne pouvons rien, 我哋揾唔到嘅嘢， Jésus peut tout faire. 耶穌會。 Parfois, on peut échouer. 有時我哋會好失望。 On n'a pas la solution. 我哋冇解決嘅問題。 On peut beaucoup travailler. 我哋有做咗好多嘢， Et les choses ne marchent pas. 都搞唔掂。
Ne nous inquiétons pas. 但係我哋唔好灰心， Allons vers Jésus. 我哋面向主耶穌， Il a la solution. 佢有個辦法， Et c'est ce qu'il faut faire. 所以我哋要咁樣做。 Il a bien dit. 佢係咁講， J'étais le filet du côté droit du bateau. 我哋掉嗰個網喺左右邊個魚， Avec précision. 好準。 Il n'a pas dit, j'étais le filet du côté devant le bateau. Pas dit, 佢冇話向前拋，佢係向右拋，好準咁樣講。 Jésus est très précis dans ses actions. 耶穌係好準確嘅， Écoutons le Seigneur. 我哋要聽佢嘅話， Et on sera dans la joie. 我哋會有喜樂， Qu'il nous conduise tous ensemble. 佢會幫助我哋一齊， Il est vivant Jésus. 係活着嘅。 Mais nous avons des fardeaux, c'est vrai. 有時我哋好孭得好重嘅擔子， Il a la solution. 但佢有辦法， Faisons-lui confiance. 我哋要信任佢。 Est-ce qu'on peut l'acclamer un peu? 我哋要 Acclamer le Seigneur. 咁樣， Nous bénissons tous. Soyez bénis. 大家都有神嘅祝福。多謝。好多謝佛姐姐嘅鼓勵。接續咧，希望下一次嘅見證分享咧，大家踴躍報名，向個主席報名，因為你太遲咧就冇時間安排咯。記得咯喎，多謝大家，願大家咧跟住落嚟一個好開心、好愉快嘅星期。